讲到茶贴仔，真侪人拢会想到国际知名的乐高。这几年来，也愈来愈侪创作者将茶贴仔当作材料之一，制作成为各种丰富特别的艺术品。台南市美术馆为了让民众会使亲近艺术，特别规划了这个七桃米亚茶贴仔艺术展。这届也特别邀请台湾知名的茶贴仔创作者黄燕智所制作的2件作品《北港朝天宫》甲《东安船》，非常吸引民众的眼光，加上其他运用茶贴仔衍生的作品，让民众会使感受到茶贴仔除了是七桃米亚，也是会使成为艺术创作的媒材。我们这一个堆叠快乐积木玩具艺术展览呢，其实就是要把艺术跟生活呢，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很好的融合。那就是说大家都有游戏的经验哦。那如果在游戏之中呢，透过一种动手做的创造行为呢，会让心情感到非常的平静，或者是很快乐。我想美术馆就是要重拾这一种单纯的创作的快乐，让大家体验艺术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玩具积木艺术特展。一来到这个七桃米亚茶贴仔艺术展，就被门口的黄色茶贴仔所吸引。这3个作品拢是由艺术家吴宽盈所打造的。其中这个叫做四角形游戏的展品，甚至会使用镜头啊改变伊的造型，也互来参观的民众拢算啊非常的欢喜。积木对我来讲，已经算是一种修行了。那有人说木刻是一种减法，那泥塑是一种加法。那我觉得我做积木可以做到加减乘除。那尤其是我学机械的，我会把更多的几何放到积木里面，这是跟一般的艺术创作不太一样的。我是属于极端的理性，我要在做之前，我会先想它的数量、颜色，还有体积大小，这都是我考虑的。这个展览目前伫台南市美术馆1馆的2楼所举办，将会持续到10月中。喜爱茶贴仔的民众嘛，千万莫错过这个趣味的展览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